主后2024年1月初10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专辑的总加速书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出来及记第8章第1节到32节。上主对摩西讲：“你去埃及王遐，甲伊讲，上主安尼讲：放我的子民离开，互因通敬拜我。你若毋放因去，我要用水鸡扰乱恁全国。尼罗河要生足侪水鸡，因要对河粘起来，入去你的宫殿、你的房间，爬上你的面床，搁要进入你的人神的厝，跳上你的人民的身躯，进入你的灶甲炒面粉的器躯。水鸡搁要跳上你的人民甲所有人神的身躯。上主搁对摩西讲：你甲阿伦讲，举你的管仔去尼罗河溪甲水池，互水鸡爬起来埃及地。阿伦伸手举埃及全地的水，水鸡就跳起来，盖满埃及地。埃及的术士用因的法术嘛安尼做，互水鸡上来埃及地。埃及王叫摩西甲阿伦来讲：请恁求上主，互遮个水鸡离开我甲我的人民，我就要互即个民族离开，去向上主献祭。摩西对埃及王讲：好，请甲我讲，什么时通为着你的人神甲人民祈祷，将水鸡对你甲王宫除灭，互水鸡只有留伫尼罗河。伊讲：明仔载。摩西讲：我会照你的要求做，安尼你就知无一个会当甲上主阮的上帝比。水鸡会离开你甲王宫，离开你的人神甲人民，只有留伫尼罗河。摩西甲阿伦离开埃及王出去。摩西为着上主派来损坏埃及王的水鸡，求叫上主。上主照摩西的恳求去做，互伫厝内定呢甲田野的水鸡拢死。人甲因捡一堆一堆，埃及全地拢是臭味。埃及王看到代志有解决，就硬伊的心，毋听摩西甲阿伦的话，拄拄照上主所讲的。上主对摩西讲：你着甲阿伦讲，举你的管仔拍土粉，互埃及全地的土粉变做沙漠。因就安尼做。阿伦举管仔拍土粉，人甲精生的身躯就拢有加走，埃及全地的土粉拢变做沙漠。人甲精生的身躯拢有沙漠，术士用因的法术嘛要互土粉变做加走，毋过无法度。术士对埃及王讲：这是上帝的作为。毋过埃及王的心硬，毋听摩西甲阿伦的话，拄拄照上主讲的。上主对摩西讲：明仔早起，埃及王会去尼罗河，你着徛伫伊的面前，对伊讲：上主安尼讲，放我的子民离开，去敬拜我。你若毋肯，我要派规阵雨神飞来你遮，伫你的人神甲人民的身上，搁入王宫、埃及人的厝，甲因住的所在，
嘛要有规定会互神。迄日，我要将我的子民徛起的高山地区分别出来，伫遐无规定互神。我安尼做，是要互你知，我上主是全地的主。我要将我的子民甲你的人民分开，明仔载即个新日一定会发生。上主就安尼做，互神规定飞入埃及王的宫殿，甲伊的人神的厝。埃及全地拢因为规定会互神荒废。埃及王就叫摩西甲阿伦来讲：恁去，伫我的境内向恁的上帝献祭。摩西因伊讲：安尼做袂通，因为阮要献互上主阮的上帝祭物，埃及人看做禁忌。阮若伫埃及人的面前用因看做禁忌的物献祭，因减袂用石头甲阮钉死。我要行3日的路程去旷野，照上主阮的上帝的命令献祭互伊。埃及王讲：我允准恁离开，互恁伫旷野向上主恁的上帝献祭，毋过袂用得去伤远，佮恁着替我祈祷。摩西讲：我要对你遮出去，向上主祈祷，求伊互规定互神，明仔载离开埃及王甲你的人神以及人民。毋过埃及王毋通阁骗阮，毋准即个民族离开去献祭互上主。摩西就对埃及王遐出去，向上主祈祷。上主就照摩西的恳求，互神拢离开埃及王甲伊的人神以及人民，无留半只。即便埃及王阁硬伊的心，毋放即个民族离开。专制的总加速师，当厝呢有杀母也是互神侵入，总是互人会感觉真恶杂。对伫安尼，咱通常会先甲手边的代志先放下，甲迄个互咱感觉真讨厌的不速之客处理了后，才有办法继续安心做代志。做是今仔日的经文讲到撒母的灾害甲互神的灾害是安尼描述：埃及遍地的尘埃拢变成做是撒母，埃及遍地的互神家家户户拢有。撒母甲互神已经互人真苦恼，莫讲搁较大只会四骹伫厝呢跳来跳去。有人推测，这一连串的灾难应该是尼罗河受污染了后连锁的反应。毋过对经文的文字描述来看，后者的灾难串联的关键是埃及王伊的反应。第三个灾难甲第一个灾难，拢是埃及王伊真固执顽固，所以就进入伫下一个灾难。第二个灾难甲第四个灾难了后，埃及王捌妥协，请摩西甲阿伦求上帝互灾难远离。只是灾情一个过去，伊就阁毋认。结果就阁进入到伫后一个灾难。对规个故事来看，出面讲话主要的角色，若像敢若上主、摩西甲埃及王，其他负责治理人民的官员甲受苦的人民，伫这个事件的中间拢无
缺失。毋过无人通伫即个埃及王一意孤行之下，通讲一两句话来甲伊劝阻，也是想看会当安怎好好谈判，共创双赢。2018年1月初10，立法院经过18点钟通宵无连续表决，将伊三读通过劳动基准法的修正案。内容虽然经过各方斗力来协调，结果却是大家拢无满意，了后还是风波不断。即便修法的争议也延烧到伫年底9合1地方的选举，结果执政的民进党最后大败，敢若收掉6个县市。民主协调的结果，互袂少人失望，难免会向往独裁专制的效率。只要掌权者一声下令，就通动用所有的资源，义无反顾往目标来进前。一时间，真侪人也袂禁得真戆影，怀疑民主的价值到底是好也毋好，幸福也是毋幸福。2019年初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，终结所谓九二共识的含含糊糊空间，接续爆发香港反送中的抗争，互台湾人也看见独裁政府政权的真面貌。伫这几年中间，中国伫对抗武汉肺炎疫情 COVID-19 的种种措施，虽然看起来真有效率，毋过是罔顾人民的自由甲性命，阁存在着顶顶下下拢互相拉贼即种的弊端。就好亲像埃及王拖着规个埃及调往第10个灾难快步在迈进，专制的总加速师也亲像是咧拖着规个中国往分裂未合的结果在奔走。中国家己顾家己都顾袂好，台湾虽然会当暂时通歇喘，毋过咱也真毋甘遐个伫专制下在受苦的人民。默想，我家己捌伫倒一寡部分嘛硬心顽固，毋听别人的建议。伫教会中意见的沟通是毋是会当真通顺？我会真在意家己的意见无受接纳无？教会是毋是欠缺广纳各方意见即款的机制？我家己捌伫倒一寡部分硬心顽固，毋听别人的建议。伫教会的中间，意见的沟通是毋是真通顺？我敢会在意家己的意见无受接纳？教会是毋是有欠缺广纳各方意见的机制？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上帝，恳求你帮助我，面对各种代志，会当加听别人的建议，无直到因为家己的懵懂，甲代志舞歹去。我也要继续为遐个生活伫专制下的人民祈祷，盼望因会当出头天，会当自由发声的一日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